喂喂，hello hello，大家好，日子又唔講啦，不定期更新嘅啫。即係誠如我言啦，我都話噶啦，社會主義者就係最殘暴不仁噶嘛。何謂殘暴嗱？你見到啦，即係呢個侵侵去開玩笑咁講啦，就話早知做總統咁危險啊！如果魯比奧有同我講盧比奧，咁啊唔做噶啦。咁同埋，哇，今次厲害喎，果然係最佳老師啊吓！嗰啲加州咧又係嗰個州，其實差唔多全民啊都係，即係好似以前我都同大家講過啦，左慈即係呢個《三國演義》入邊有幻術噶嘛，定張寶、張郎、張角唔係張郎、張良，咁利用幻術有召喚嗰啲黃巾軍啊。你冇噶噃，總有一鑊會成功噶。嗱，你呢鑊犀利啊，佢唔用追擊嗰啲嘅，追擊就遠距離啊嘛。咁今次佢諗住咧近距離，嗱呢條友歹毒啊，用嘅係散彈喎，大佬 shotgun 嚟噶噃，即係話係要一擊嘅必中必殺技，佢有諗過嘅，而且係賀錦麗嘅支持者啊，所以好簡單啫嘛。我成日都話你要尊重數據尊重事實所以吳志森鍾建華之流文攻武鬥幾樣嘢夾埋一齊咁煽動出嚟啫嘛。幻術師再加埋呢啲咧，咁就係培植人天兵天將咩都好啦，蝦兵蟹將。話說發生乜嘢事就係白宮嘅一個記者晚宴而呢個晚宴呢，其實侵侵正常係唔會出席，杯葛咗好多年啦。喺佢第一任嘅時候啦，就奧巴馬同埋嗰啲即係呢啲名人 talk show 咧，玩下棟篤笑排趣幽默侵侵已經夠幽默噶啦。但係當其時佢係俾人奚落嘅，即係奧巴馬之流結合埋一齊咁為希拉里助選啊嘛嗰陣，咁喺度取笑佢。當時即係侵侵就係地產大亨啦，地產大亨做咩總統即係佢哋覺得滿身嘅銅臭味嘥氣啦。同你講滿身銅臭味嘅嗰堆咪好似梁十四嗰條梁四梁乜嗰個教宗叫我唔記得咗啦，你都唔知佢係阿拉教宗定咩嚟噶結合埋穆斯林嘅家下，又係嗰啲共產主義者之前個方濟各經理未夠，咁當時取笑侵侵喺飛黃騰達入邊即係咁提啦，你啲草老粗嚟嘅啫。但係好多時仗義每多屠狗輩啦，反而即係好在侵侵呢啲已經唔為錢啦，就算為錢做得好件事，俾錢佢係應該嘅。更何況佢第一任嘅時候為錢就唔做啦，淨係收1美金嘅啫。反而你話邊個滿身銅臭話就話唔貪總統嘅薪酬照攞，再加埋咁佢要攞錢嘅，唔係點送俾伊朗啫？啲核協議各樣啊嘛，你奧巴馬收得少錢咩？去中國巡迴演講一場兩場，咁收唔知幾多錢啦。克林頓、奧巴馬嗰啲都不幾開心你問佢演講嗰啲收咗幾多錢啲延後利益。咁今次可能為咗團結美國啩，侵侵成日做呢啲嘢，所以我咪話咯，即係好似安倍傘咁啫嘛。你親民結果啦，成日喺呢個民眾附近各樣嘅時候，隨時咁嚟一個驚柯，你話似唔似咁你避得好一次兩次咁係咪3、4、5、6、7、8、9持之以恆？只要有恆心鐵杵磨成針真係成針啦今次。咁你最終有一日會成功噶噃。咁甚至乎你依家係咁啫，你總有一日即係伊朗都係等呢個機會啫嘛，唔係呢個總統嚟噶嘛，係咪？咁到時又點呢？咁所以侵侵都無奈何咁表示哇大佬，如果盧比奧老盧比奧早嘅時候同佢講，佢又唔做總統嘅咧，即係排趣咁樣講下啦，我諗。所以成日諗住單刀赴會呢啲左派嘅宴會各樣set 好咗個場，咁得閒咁放水，唔係我哋做噶，佢做嘅啫嘛，咁樣係可以死皮賴臉你唔需要做好安檢噶，有做好咁但係百密一疏啊嘛，咁樣冇計啦，咁樣你又會問責咩？唔會噶嘛。侵侵最喜歡就係以德報怨噶所以我咪話咯，伊萬卡遲早都係淪落風塵，就係咁解。你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你話貓有9條做最後啦，都係9條嘅啫噃，最多係咪？好似最近有套日劇就叫做9條律師定10條唔記得啦，不過冇關係啦。
我啊唔會煽情喺度話你睇下你睇下咁樣各樣咁樣，跟住又喺度譴責呢啲暴力啊呢樣嗰樣啊咁樣嘅，原因何在啊？自己攞嚟㗎大佬，你對於美國國內啊嗰堆咁樣嘅，喂，其實佢哋已經係叫做合謀係嘛，去做呢啲嘢㗎咯噃，你一直都係以德報怨嘅時候，最後就會俾自己濫施仁義啊！所以我哋成日話宜將勝勇追如寇，不好烏江學霸王，喺度婦人之仁侵侵上身，到最後就宋襄公噶啦。宋襄公點樣啊？當時啦，楚軍各樣，你等人排兵布陣，整好咗先啦。我哋君子之爭嚟噶嘛。結果啦，撤退嘅時候俾人射中 S-hole 咁一路我都留啲唔知啡色定紅色咯，可能夾雜啦，56色水彩咯。咁到最後當然史書冇記載啊，但冇幾耐就香咗啦。應該就係因為咧細菌感染嘅，所以侵侵都話：哇，美國總統真係個危險職業。但係歷史有一個公因素噶，你發覺俾人冧嗰啲咧，好多時都係好總統嚟嘅，只要留得多少少喺度嘅時候啦，佢哋隨時造就嘅嘢，哇不得了。但係乜嘢人要冧佢哋咧？好簡單，咪又係嗰啲深層政府係嘛？佢哋自己有 agenda 各樣噶嘛，咁要你跟，你唔跟嘅時候咧，就有嗰啲叫做溫和嘅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思想。你想當年民國嗰陣時都係咁嘅啫，國民黨幾多將領各樣都俾佢哋嗰啲搞掂甚至乎嗰啲金主冇人去保護佢哋噶嘛，結果得閒就有個銀行家咁唔見咗啦，用嘅方法甚至乎最近你都見到嗰啲核科學家有人就話同 UFO 可能有關，查實可能係伊朗動作嘅啫，佢唔會主動出手噶，就等於伊朗自己啫嘛，佢背後嘅藏鏡人又是誰呢？係咪永遠都係用到藏鏡人去做呢啲嘢噶嘛？跟住你揾翻嚟嗰啲卒仔嚟嘅啫嘛，咩安倍嗰個咪山上徹也咯，有好多方式可以令佢哋做噶可能剪南金王，又可能係家人，咁結果你唔做唔得嗰啲呢。咁所以侵侵都講到於是乎白宮其實係真係有需要啦，嚟你見到啦，就要起個嗰啲宴會廳各樣有防彈玻璃，但係日防夜防家賊難防，始終啦。你國內我成日都話有60人你即係美國同伊朗爭戰嘅時候，竟 Q 然可以啲人係美國人支持伊朗嘅你揞埋個嘴臉，以為佢係伊朗人添就等於好多嘅號稱佢哋貼嘅啫，你認唔認呢？可能認啩，我唔知，因為嗰個梁14世梁四唔清楚啦。之前講完又喺度單單打打嘅時候喂，老實講，佢話啫作為教宗唔可以對爭戰各樣嗰啲支持各樣噶嘛，聲稱不義之戰就係咁，但係個問題你就咁毆佢喺度呢，好似香嘅人仲多即係等於希特拉當年你唔搞佢咁係咪佢國內唔會瓜老襯呢？嗰啲人唔會噶嘛，仍然係可能仲多啲添，係咪日日都喺度焚化爐嘅，咁你又袖手旁觀咯噃？袖手旁觀，你可唔可以稱之為一個宗教嘅領袖至少唔係領袖啦最多咪宗教嘅侏儒，係咪咁講即係好多年啦，你見到 Charles Kirk 查理又係咁俾人冧咗，你冇見到調翻轉㗎噃？呢個世界奧巴馬嗰啲、拜登嗰啲係嘛賀錦麗嗰啲又屹立不倒㗎噃？咁原因就係因為宋襄公咯成日都話我哋又唔可以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嘅，所以孔子成日講以德就報德，以直就報怨嘅。而墨家嘅思想就係兼愛非攻包容大愛嘛。以前已經試過噶啦，春秋戰國時候，結果啦，孟子嘅批評對於墨家呢啲無父無君上下亂其倫也，同畜類係冇分別嘅。所以你話今時今日喺我眼中啲社會主義者到底屬於啲乜嘢生物呢？稱之為哺乳類動物我都覺得係抬舉咗啦。無論如何今次侵侵呢，有啲人就祝福啦，話咩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唔係噶噃。我先睇完老夫子啫嘛，哇，跌落呢個山崖嘅時候呢，網住咗罩住咗有嘢救佢幾好，結果唰一聲入咗個山窿，跟住就係隻大黑熊日本嗰啲咁即係總有一嘢中嘅啫噃，係咪？因為你個人冇嗰個意識去防衛自己嘛，咁冇計噶，你都唔識保護自己嘅，冇人會幫手保護你噶，係咪咁講就係咁樣樣。好，今日講到呢度。